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希伯來書咧，咁就係由一名咧不知名嘅主僕咧就去寫嘅。咁呢位不知名嘅主僕咧，其實佢好熟舊約嘅，主要咧其實寫信俾羅馬嘅猶太人嘅基督徒啦，勸佢哋咧唔好因為社會嘅迫害咧而宣告我唔信耶穌係彌賽亞，以換取咧佢哋咧翻去猶太會堂，避免社會嘅迫害。即係話佢話唔相信耶穌係救世主啊，因為彌賽亞係救世主啊嘛。好啦，咁佢一旦宣告話我唔相信耶穌係救世主，咁佢咧就會失去救贖，因為耶穌話你喺人面前唔認我，我第時喺天使面前都唔認你啦，係咪？咁同埋就既然耶穌都唔係救世主嘅話，咁佢邊度有救恩咧？佢嘅罪邊度會得赦免咧？佢咪要翻轉頭係去遵守摩西律法啊咁樣樣啦。咁所以咧就作者鼓勵咧呢個猶太人嘅基督徒咧要繼續向前行啊，唔好翻轉頭，要呢個對耶穌嘅信心咧係要有埋行動嘅，其實並且都要付代價。咁啊而作為基督徒咧，其實都有機會失去救恩啊，我哋要持續相信。咁呢一件事情咧，其實喺馬太福音咧都有講過嘅。耶穌其實都有講過天國嘅筵席嘅比喻啦，同埋咧即係其實仲有好多嘅山羊啊、公山羊啊、綿羊啊、10個童女啊、等等咧，其實都係講到咧信徒咧都有機會會失去救恩嘅。